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多马嘅》，我是林碧珍。今日现场有请到来自关西嘅台风产业文化馆嘅馆长罗一伦先生。一伦，係咪老觀眾朋友們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一倫，今日當歡喜有了機會來參加呢節目。一倫，啲茶葉對台灣來講係一個非常有歷史嘅產業，已經有幾百年咧。你自家本身家做事上要做茶做咗幾下台年，係咪開頭先同大家分享介紹一下你自家來自呢個台灣奉茶公司，你家做嘅公司嘅歷史，同大家介紹一下。其實我做茶有4台年了，從我阿太嘅時代是開始做茶。做茶一開始其實是茶農，是這家有幾分田，有山坡地是種的茶。我太老兵肉時代其實冇讀書，是在做長工那樣開始的。但是佢當有心嘛，所以佢做事送嘅我公嘅台人。去讀書，所以像我公司台中一中第4屆畢業的。佢係日本時代，對，像我爸公是在台北市師範學校畢業，所以這些家族年輕的一輩，後生人是我送去讀書。cái兩個後生人後來20多歲是開始接手家族的事情，跟我自己一看一段歷史，我是知道講，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機緣，就是說兩個後生人用自己學到的知識，用自己的語言，然後開始撈產業、撈地方的政府、撈國際上面的廠商等等，開始做溝通，所以某種程度是想翻轉的家族的一些產業，從一個當時關係是一張山城嘛，是從那樣的地方開始連接國際，然後讓有基本的有一家產業存在，係我的我下一種家族歷史的，對。因為我看人家中，我看了一下歷史，還說挺神奇，實際上最人講非常典型客家莊，所謂港督傳家啦，就講有一啲基礎資本，鼓勵下台蘇教育，蘇教育之後可能個用學到嘅新嘅知識轉來家庭嘅事業。台灣人講到啲廿胎開始嘛，第一胎可能係本身唔係有幾多教育嘅人，到廿公嘅時候正經，從日本時代上去讀一個咯。因為啲廿爸爸係像伊厲害，廿爸爸係像已經80人歲，不過佢英文非常好。像我講，嗰時代其實當做是接觸兩個產業。我爸爸後來其實佢太好是讀英文嘅，基本上像我出國去留學，但是嗰些我講是知道講。家族企業需要你，所以你搞了1年書，然後是轉了木下，是開始做貿易，開始賣茶。cái老外公冇嘛強調是說，日本時代安尼嘅外銷其實雖然有歐美，但當太一部分其實係在叫做日元經濟圈。就講用日本錢嘅所在，所以在嗰些是賣到當像東南亞、南洋後來有到華北、滿洲國到日本本土。那嗰時代嘅人呢，茶葉呢，行嘅範圍這樣，所以像我自家一套我講自家好寫詩嘛，也漢詩嘅詩人，所以看佢詩集裏邊。其實會寫講佢到關西出發，然後從日本坐飛機到上海，開始採茶，一路從南京到內蒙古，一直到東北，去賣茶，行了一種概念。其實那時候的茶人是去經營茶的市場，所以像我爸嘅時代是戰後嘛。
战后其实安尼整个茶叶复兴以后，其实是行欧美红茶市场为主，所以所以像爸爸当做是开始找去伦敦啊，或者是德国汉堡、法兰克福、或是纽约等等。这些记忆都会给当年时候出过记忆。后来1950年代、60年代，台湾的红茶其实受限到世界的那个通路的影响，其实这些台湾的红茶面临一些瓶颈，所以这件像我爸爸这件是开始有机会就接触到日本市场，然后了解这件日本。其实给没工业化，给很多年轻人没离开了茶园，然后落到工厂，但是给的个茶的需求其实压高，那安尼拄到这样时间，所以像我爸爸是开始引进日本的个煎茶技术，然后绿茶到台湾来，所以其实我爸爸曾经自家都讲。安尼，我公司的名的红茶公司，但是我做绿茶比红茶还要多。对，跟目前俩还的绿茶还多吗？哦，所以俩是一个时代新娘的都。不过也名的还的留点哦，历史啦。历史。他当然有讲说挺神奇。一方面，台湾就讲对清朝开始，因为佢係一個轉口貿易，一個地理位置嘛。嗰時候佢樣是講茶、糖、樟腦都係愛受挺重要嘅物資。嗰時候茶實際上係台灣遇到了個全球化體呢非常早嘅一項東西。不過台灣你講到人爸爸講20年嘅時期從都係出過，我都挺好奇啊，因為有段時間是讓台灣人佢係無法度出去觀光嘛。嗰時係有客關注開放觀光，也係以後輩嘅事情。佢頭講人爸爸阿樣人做，等於講出嗰種大家我們嘅機會出國嘅時間，佢做已經係蠻難去嘅一個專業嚟嗬。其實台灣是早期都會外銷導向嘅國家，所以佢當到機會做啲天然講。產業啊，產業協會啊，某是經濟部是出國的，所以佢第一擺出國是去米蘭參加嘅全球的那個貿易嘅展覽會啊，去推銷台灣的茶，所以我細是吃到我爸爸老天爺爸爸冇強讓，我爸爸當年時候出國，因為冇強讓又不易聽。驕傲嘅感覺嘛，講勇敢。其實是說到我當到佢，像佢到倫敦到法蘭克福，佢做寫明信片傳了，所以嗰就是知道講，有一點原來世界安泰啊，沒是只有安一個樣的地方，嗰細是有樣一點感想，對。嗰時候等於講，讓爸爸兩個歌場對你童年的你。要有些這種視體視野上，他反就按照你的樣用嘛。按照嘛講，這其實我應該講，當時我是知道講貿易呢種東西，其實市場都在國外，都在國際。其實我反而冇太多的感覺講，我都這個。國內都在賣茶，可能我爸爸都會到國外去賣茶。因為這一些是其實有外銷管制，二來是講茶葉是一項很重要的外銷的物產。其實做茶人是像人家做 OEM 那種，大家同三忙都台灣都做茶，然後主要都賣到國外去。對，所以我前2年辦一場展覽，其實這做。福爾摩沙茶的故事，其實講乜嘅？講你台灣的茶葉賣到國際上面去，然後在國際上面，記得有蠻看到台灣的茶，其實嘅還蠻有意思。你若係第一擺去你哋嘅紅茶公司看到你哋嘅展覽嘅時啊，嗰兩是遇到很大的衝擊。如果過去人講客家人都從事茶葉挺多嘛，嗬。不過過去我嘅想象都係喺停留在嗰種雜茶。以後茶園地都從山歌這種生產茶的那個印象，
啊，不过雅布卡实际上会对一块头生产茶、中茶、港茶都很有名，实际上会卖茶、行销。也等于讲也係台灣茶嘅產業都也幾個全球化嘅貿易地步一個嘅變化啦，嗬。當然，因為佢順應國際嘅潮流，譬如話就當你提到講，也會停定有變化嘛。跟廿幾家加速去一直哎用一80年來都一順利呢，係你講同我有乜嘅起伏？我媽就係講做茶係當辛苦嘅事實，其實。你啊，大家到我文化館到茶廠一看，感覺都知道哦，過去好像當輝煌、當繁榮，然後當光鮮亮麗，其實大部分時間唔係咁樣。哦。像我哋禮拜我轉關係，然後我到茶廠裏邊看到一隻鐵刷板。鐵刷板呢，當時我看到個鐵刷板，我看唔識個係乜個東西，還是摸我爸，個係乜個茶。一個梗沒茶，該乜該茭白筍啊，茭白筍呢，它剛你滷過了以後，裝箱賣到日本去，賣給日本的醬菜、醬白工廠。我講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東西？對啊。結果你茶冇賺錢嘅嘢，便宜好乜個東西，我都做乜個，所以關係嘅這個茭白筍，滷過了以後裝箱，通常賣到日本去，所以你講茶沒有懂。我爸常講茶金茶土，好嘅嗰啲像黃金，嗱唔好嘅啲其實啊，啲都路行都冇人開，所以嘅於是像我哋做外銷，所以有時間，買個東西我哋冇乜做，跟住當辛苦嘅地方。哎呦，講起來等於講，你都會用一個物流來做全球化的那個服務哈，非常精彩。茶金茶土，到下一段張繼小強一輪啦，來大家分享台灣茶嘅故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請到羅一倫先生啦，大家分享有關台灣挺有歷史嘅一個產業茶。一倫，譬如講到人家關係台灣風茶公司嗬，已經到地方上二樓四台已經有80年咧。我有去看過相關資料，事實上而哋我書非常多，客家莊有聽到啲茶，我送過到人工廠來嘛。用埋件客家莊，按到客家人為港茶。種茶，其實客家人開始種茶，從關係，1872年最早的歷史已經開始了。那其實客家人客家莊開始做茶，其實當歷史當久，但是一直冇變成一個產業。你其實喺台灣都講茶歷史，嗰隻傳統你會講大稻埕嘅茶。當中呢，這個非常是對，本來是這樣子，但是突然間，你北台灣桃竹苗突然有茶又起來了，但是中間到底怎麼發生的？其實1860年台灣開始開港通商，開始西方的洋行開始到台灣來，他們都在尋找茶葉的來源。大稻埕當然係一家東涌的一家茶的交易市場。對。那它的茶葉怎麼來？其實最早期他們就是說往南港啊，往基隆河啊、景美溪木柵的文山一起，但是該的地方的茶，量不夠，所以呢，聰明的商人是可以是沿着大嵙崁溪的大漢溪，對，往三峽。大溪、龍潭關係來請，那來請到該都係客家莊，所以你客家人老茶是開始產生了連接，但是該些客家人其實只是單純的茶葉的生產者，就種茶，對，但是佢唔係真正擁有那個產業，那主要是到了1920年代開始，因為日本人其實想要推動台灣有發展紅茶產業，但是日本時代日本人鼓勵，對，但是這些其實大稻埕大部分是烏龍茶、老伯種茶、包種茶為主，那又掌握在
像洋行啊，或者是大稻埕茶商的手上。所以这一届给日本政府在推动产业化的时候，其实是结合你桃竹苗的在地的制茶产业，所以这一届桃竹苗开始发展很多的茶的产业组合茶的公司。台湾红茶公司差不多会给10台嘛哈。其实这一届的地方上面当都卖一庄一产业这样的产业，像广西是当中的茶的产地，所以呢，这一届我帮他讲，这一届小小一个关西镇是有20-30家的茶公司的，他们没像其他公司彼此竞争，反而是变成一个像产业链一样。对，所以爱德公司为什么可以做外销？其实爱德是产业链里边的一张后端在处理外销的这样一张。虽然爱德这个没有茶厂，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结合地方的一些茶产业，用它来做外销这样。所以也是客家人像。北埔的江阿新家族，或者是中立那边有很多黄姓啊等等里面有做茶，所以其实是一张客家人当重要的一个茶产业。台湾汤圆按样讲吼，我老观众朋友了整理一下啦吼。一开头台湾并冇个清朝时代冇对外嘅贸易，后来迄因为个港口开了之后，听到洋行揾起来，对茶嘅需求量就变态，本来个平林向北部产嘅茶冇拉用，故说都桃竹苗，那地方开始鼓励大家种茶。比如讲，我按样汤圆，我知道迄个量是一个全球化贸易底块，本土的茶行茶叶的产业，然后使用嘅开始有一系列结合咧按样嘅过程啦吼，我蛮神奇呢。按样讲下一轮也都。台湾红茶公司对日本时代多了有80年嘛，台湾要讲到4台年，到你呀台，你正因为只要有提到人爸爸不老莫想行那条路，后来因为搞出有时有故说，佢个英文都好要用得到，因为贸易来往做的。你听讲咧，你一开头你就想来讲，我太令我在家搞出的产业嘛。唔系啊，像我妈妈从小是人来讲。你莫做茶非常辛苦啦。你家记得一台人已经辛苦一辈子了。其实冇希望像生意行一条路。其实所以像我读书到美国读书，其实都老茶冇关系。其实是因为我自家喜欢历史所以像我美国转了以后是开始整理家族的历史，从整理历史的过程里面，其实你会开始了解一些东西。其实过去对家族的历史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那可是了解家族历史，你就会发现说，头和尾，好像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对，所以就开始那开始变成说，我开始了解关系。做茶的历史，开始了解桃竹苗的做茶历史，那最后开始了解台湾的茶的历史。那其实，在这过程里面，就会发现说原来台湾的制茶过程其实充满了冒险和一些变化在里面。其实我自己归纳一些心得之后，其实台湾1895年之前。其实你是属于中国的茶贸易的体系里边，还透过洋行外销到这。1895之后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你属于日本的茶叶贸易体系，然后开始我们开展了包种茶的外销，然后红茶的外销等等。那战后呢，台湾开始走自己的路，然后我们开始生产绿茶，然后开始。外销北非、日本等等，到了1980年代，其实台湾产业政策改变，那开始变成说，开始鼓励内销，然后外销，开始要有台湾女度的市场，对，那开始整个市场翻转，变成内销大于外销等等，那台湾又进入另外一个体系，就是变成说，我们开始要学习如何
适应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外销大国的那种东西。那种中间就有大概20年的时间，我们是很痛苦的在做转型。你讲亚波卡，对，像即使像买到按肉公司，其实面临很大的挑战，是说，我要外销，我的产量已经不足了，因为很多茶农开始某做茶了。还有包括给都市发展，很多茶园已经不是茶园。所以很多工业区其实就是过去的茶园，从林口一直到新竹科园，对。那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从2005年开始做文化馆，很大一部分是希望讲我们如何可以帮助这个产业。我这家冇实际去做茶，但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讲，其实文化或者是文化感应了，对文化或者是历史，把它这元素加进来，所以我都成立文化馆，开始做把一些闲置的空间做一下再利用然后变成一张可以跟产业相辅相成的东西。其实我的公司一年做新标茶，当然大标茶大概20人年，所以365天这100多天的做茶，应该存多的时间要做嘛？其实跟员工其实里面会觉得不安或怎么样的，对。所以成立文化馆以后，他们在文化馆里面都讲自家的故事，然后讲自家的生活经验，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我觉得良性的循环那这样子，即使员工很老了，他还是可以讲很多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你都故事好讲。一轮按我讲啊，做真神奇哦。就讲，像来过去接触很多的朋友，佮家说接洽做的事业嘛，一开头后生意来接触的时，开始我有较新嘅想法、新嘅做法。像我卡做本来去做茶卖茶，你还当年嘅生意想过，然后去变做没有到空间，变做文化馆。你这种空间还有经营方式、内容的改变，家做地都太家，我有意见哦，还是做全部性机制。其实我最大的压力来源是我爸爸。我爸爸，要蛮讲。我爸爸这家是对历史文化都是导游上班的，你这家又做事，所以一开始我开始做了文化馆这些，其实导游以前大概做某个展场出来，其实先过来看过，他满意了以后才行。哇！所以我的像我人这开始做了东西都战兢兢的做样所以我老廖家族里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沟通协调？一定有，因为我的不想在工厂。做茶，离它变都文化馆要开放于公众，其实这样有懂大的落差。性质上对，改变性。像我爸爸是很坚持讲做茶最优先，因为茶是他的家族的公司的根本，所以所有的活动对我们的影响都大，所以我们就要避开茶季的时候。那第二个是讲做茶，外面人来参观的时候，跟营养班确保安全。所以像我的黑工厂，所以我要成立文化馆。首先，我在法律上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消防安全，我的有符合公共的规定吗？那像那个部分就我们面临很大的问题。那后来就透过一些因应计划来做一些历史建筑物的调整。那像我的道路拓宽，把厂房有刷的部分呢？对，其实政府的法律其实没有给我们保护，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你建筑物已经被削掉一部分，其实你已经不是完整建筑，所以你就没有建筑执照。哇！所以我们那个是一批抗议这样，所以我们拿到新竹县第一张拆除后剩余建筑物的那个许可证。哇，这在某简单哦。所以那懂都实际经营面上面的问题啊。还像那张部分哈，按精彩的故事，海团节目张像一轮小翠老太家讲。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真相同埋嘅今邊節目有請到關西台風茶葉文化館嘅館長羅一倫先生。一倫頭下聽你講了嘅家族嘅歷史，還有幾大茶產業變化，還有提到講你自己本來學嘅美料方面吼，甚至講你媽媽都冇鼓勵你接觸家族嘅事業。不過呢，你在2005年，你還能參與以後，本來做茶嘅工廠有啲空間變做一個台風茶葉文化館。係咪老聽下講一下呢個館你自己規劃嘅想法，還有就講開館以來你做咧那度發通那度 TP 嘅展覽。其實最早呢個館，佢產生的原因其實是講家族的茶歷史，後來是變到呢個公司啦，地方嘅結合，然後後來是講新種模式台灣的茶歷史，所以我從2005年開始是一系列辦了一些展覽，那其實最早做一家叫做產業之莊，其實講嘅係講關係茶歷史。其實我係從點開始，從這個點開始講呢家周邊的茶的故事。後來辦了一家叫大客。你睇我打岔一下，幾隻展覽我去看到上面嘅相片咯，幾條文物我很驚訝。我嘅驚訝係在於講嗰些你就做講關係一隻新式嘅裝頭嘛。我係看日本時代以為啊茶嘅產業帶動地方，非常多嘅藝文活動。聽先頭嘅想法係知道，甚至人家有的裝頭都冇嘅。其實關係客家莊，其實過去100年，大部分時間是茶這個產業在支撐那個小鎮，所以從茶工廠參與當多地方上面，從乒乓球比賽，或者個漢詩，或是個地方廟宇，像當太和宮啊，當到廟宇的籌建、修建等等，都有當到茶廠，甚至電影院，裡面都有那個茶工廠都在支持，所以茶跟那個小鎮其實關係非常的緊密。那這個就是其實關係是過去1950年代、60年代，其實是全台灣茶產業最密集的一個地方，所以不說觀眾朋友們攞到關係單像鮮草田一樣，茶葉係做嚟觀察嘅一個重點，也係提早展覽茶葉之莊。後來我想法是講，除了一個點以外，其實要做一個線的一個概念，所以關係來出來。對，這還蠻開始談浪漫台三線，所以這件還是順着歷史的脈絡，說大科坎溪的水上茶道，其實手工時代懂得關係龍潭北埔的茶，透過大科坎溪的水運，從好像就講係先開到一扎到龍潭，然後再開到太海、大溪，到太海，然後經過雙船，坐紅頭船，然後到大稻埕，5個小時。紅頭船，這麼很多紅頭船，該的船前面都會漆成紅色的。哦，那時候坐紅頭船去到那個台北。對，這些桃園大圳還沒有開始，所以這些水量可以一直都按你底下講的三行，所以底下做三行要恢復成一個茶葉的公園或者紀念的地方，其實是有它歷史的地方。所以以為這邊是茶的集散地，所以這些當到手工時代的茶，透過大科坎溪來到北部台北。變成一條河吧，做一條水淡溝一條茶的路啦，哈，水上茶路。那邊就牽連到當到茶的據點啊，關西龍潭、太海、三峽，一直到台北。這張地圖我去研究嘅觀地圖看，我好震撼哦，因為按太早嘅規面上嘅一種放大的地圖，我有看到我嘅家鄉。中啦，對，可是但是日本時代新竹州大觀的這種地圖，它會有標明到很清楚的各種產物的地點。對。那這個就是一個縣的概念。縣嘅概念。茶來到了大稻埕，來到了基隆港，其實它就是要出口。所以後來我又再辦了一家展，叫做福爾摩沙茶的故事。其實講乜嘢？呢啲茶從基隆港外銷到
伦敦，来到纽约，那到哥本哈根。你外国人怎么看待这茶？其实世界各国嘅人用办看福尔摩沙嘅茶。其实我从国外的图书馆里面寻到很多资料，就是讲很多台湾茶福尔摩沙 tea 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广告，很多的商品，很多的promote 那个行销的活动，其实台湾人都唔知。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建立了一批文物，是那种过去在海外贩卖的台湾茶，让台湾的人看一下，是讲，过去安利的茶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行销到国外去。看到你都熟悉非常多嗰種做起嘅茶竿呢，还有嘅海報，对茶竿呢，當我都設計都非常非常強，有見到嗰種圖案，非常非常強。其實，在那個時代來講，是很新的一種行銷的手法。其實唔會梳理他講的文創，那個是最早的文創。對。我大猜一下，一路嘅你都熟悉那度文物，你係透過那度罐頭去見到那度 Q 嘅茶竿呢，那度寶藏。其實懂多了，因為我從美國圖書嗰陣，我是開始注意這樣的。你從美國嘅那邊圖書？我都紐約圖書。其實他們有一些舊古物市場嘛，就是圖書的比較閒的時候就會逛逛。就對你在留學嘅時候，就為了日後策展做準備了。那是歷史上面的巧合。歷史上的巧合。那後來是其實網絡上面啊，或是透過一些收藏家其實都可以得到這樣的東西。那最重要是這種這種東西，其實可以重新讓我們思考你提過的茶都係應用版的形式，外國應用版看那樣的東西。咁你知道咧，你要用整理一個展覽之後，你歸納幾兩些西方人都在用版看台灣嘅茶。其實安尼的茶其實量數量都世界沒動態，但是一直本西方人一個很好的印象，就是講兩年的茶，懂 flavor 香氣非常的好，樣條形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它給我變成它的一種特色，它透過 branding 可能在做冰堆或什麼東西，然後把你的特色加入它的茶裡面。其實安利台灣茶是本身台灣的茶就是世界茶貿易的一環。其實那一段歷史，其實安利李亞東都的研究，其實都沒有 focus 在這一段面。其實安利可以好好去探索這一段，然後呢，了解說過去台灣的茶是如何在。一輪講了嘅，我有擺唐人爸爸講嘅時，我聽把唐佢講到 blending 了嘅概念嘅時，我嚇一跳。確實過去我本人我唔是用了嘅角度去想過，所以說幾多歌廠考驗係製茶的技術，還有就講，它其實也係一種所謂多元，對，所以那個概念我覺得很棒，然後很過去，我聽個過去還冇加條歌，其實茶呢種東西。它是全球化貿易嘛，你應用版都賣到全世界。其實你要透過一些方法，那像英國，英國起個本身冇散茶，也是透過了 branding 的技術，但是你下台灣了做 branding 好像有點被污名化。我不一做過，你係茶嘛該。其實那個是，其實那個有一點誤導。其實那個其實是一種茶葉的一種濃厚的一種技術。那其實可以讓大家重新了解。技術本身係冇問題，都係用嘅。實際上係用嘅是你產嘛嘅東西，你用辦產嘅問題嘛。OK，呢個係呢個展覽我有看過，我故事有挺有印象。嗰三下落好像還有一個，這是茶人的皮箱。其實茶葉，你看前面都會展覽都講茶用辦賣到市賣出去。其實你回歸到最根本，其實係茶人其本身的問題，所以我茶人的皮箱那故事地方是講，1941年，我祖父1941還到日本時代，喺日本時代的時候，你台灣的茶葉樣板都東北去賣茶，所以我開始做一張地圖，是講我樣板去賣茶的地圖，然後他每到一個地方是下一首詩，對，所以呢，你看。60年、80年以後，來就會按圖索驥看各個地方，跟住也透過呢個路線而了解講台灣的茶葉，
该只样板老包种茶，然后乌龙茶、或红茶，买到厉害的地方。厉害你态度当简单，飞机一下子都该只人都一两个年都改变好。都嗰啲豆腐茶係用一些香爽嘛。我看過你嘅第二部分吼，我依個心態嘅錯講啦。如果過去台灣嘅歷史係牽涉你去談滿足國，我們的教育都把講未滿洲國啊，可是事實上它真的存在過啊，也還有聽到嘅台灣人去到了啦素菜。我看到人把一個人工，佢嗰度你做出嗰度 P 圖嘛，我就發現哦，原來過去按到嘅台灣人嗰種冒險，就他人講冒險嘅精神，按用去到按被騙，然後西後老人家片長按到嘅素菜，看到嘅相片全部都是很厚重的那個衣服啊，樣嘢都挺神奇。其實我真的知道台灣嘅茶葉是在喺東南的，因為佢一來佢要知道世界市場愛乜嘅東西，第二個佢要把調整一家做茶嘅方式，好順應市場的需求，然後因為他要活下去，所以佢要把調整。那第三個呢，他還要怎麼樣去跟他們去溝通？所以你看，安妮賣茶賣到東南亞去，該年發生了問題以後，馬上調整一個方向到東北。戰後以後，中國市場安妮冇辦法再賣過去咧，所以安妮開始賣茶賣到北非，賣到非洲去，因為所以該是來到我爸爸嘅時代，該只發現講台灣嘅紅茶市場開始有點面臨瓶頸，所以開始調整。那泰國安妮冇做過綠茶，所以呢開始學習中國式的綠茶，學習日本式的綠茶，開始調整自己的生產製程，開始轉移市場。就講市場一變化，連技術方面都要有新嘅調整、新嘅變化，要給茶人看得一卡皮箱誒，做在全世界去咧吼。好，按精彩故事，下一團張國轉過來唱一輪，大家分享。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來講一個台灣茶嘅故事吼。一輪他講到你做過一個展覽，到茶人的皮箱，我挺好奇哦，那個皮箱一直都在裝乜嘅東西？茶人皮箱裡面裝乜嘅東西？其實我常都講一個笑話，我講裡邊是標嘅茶樣品，是商品，賣本給當地的消費者，然後一家是裡邊標一家叫做夢想，對，茶人呢，其實都提的商品和他的夢想，然後行走世界各地，這就是台灣茶人的一種精神哈，實在有意思。一直想會做想到聽到嘅歷史，想到聽到嘅人，甚至像讓爸爸、讓公，哎呀一路下來，變到開始書高幼稚後，還一路走一路寫詩，講起來也有沒有一種浪漫嘅哈？一路跟我小妹兒哦，跟你對聽人講2005年轉了到我卡老爺嘅茶工廠，慢慢咧有啲地方轉去做一個茶葉文化館。地方文化館不太敢來參觀啦吼，講家族歷史啊，講地方上嘅歷史。我按用唐曉啊，知道給他講，好像就是你的皮箱哎。那你的夢想呢？除咗裝電器架茶工廠了咗館之外，我哋而家一朝去做演講，還係做其他嘅嗰種推廣，做嚟分享一下有乜嘅特殊呀種推廣嘅經驗嗎？有到好高地度去講嗎？其實做歷史研究，其實最大的樂趣就是跟別人分享。講故事。我自己都在偷偷。發現那個資料冇人啲。冇人啲，其實在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從文化館開始，我會只要有機會，還是會去講一些演講。那最近是今年是有在清大有一家他們有茶產業的小組，那其實有點類似像通識課一樣嘅，其實產業嘅創新，對產業創新，該我們
同欢喜有俩机会做去好教育讲俩事情。所以像今年是有4堂课，那4堂课，第一堂课其实带俩着学生来认识马介茶。当到学生其实对茶无乜概念，对，其实第一都会茶包。还有要手摇茶，对，那类的东西，所以第一堂课其实带佢哋认识茶，马介茶，茶有对台湾有乜嘅重要的地位。講實在，你樣講啊，一開始嘅時候我也唔知紅茶、綠茶都帶去用萬元分片，一開頭我也唔知。然後帶佢哋實際去testing 去嘗試那個茶，讓他們知道茶其實懂得變化，佢唔係單純的只是一個茶包，其實有很深的技術在裡面。然後帶佢哋了解台灣其實離開茶的產地，從北部一直都中南部為高山茶等等，那是第一堂課。聽一堂課，開始讓他了解講台灣茶，過去100年、150年。其實今年係台灣烏龍茶，我係說150年。2018年係台灣烏龍茶，我係說150年。哇，其實係當有意義的一年，但是你其實冇。大家就冇注意到嗬。其實你對台灣嘅茶產業來講係當中嘅一件事情，所以我聽你堂課我是來到介紹講台灣嘅茶樣板演變，然後見到某杯市場，然後經濟環境，然後社會，然後你嘅大環境到底有什麼樣的聯動？其實呢一堂課是其實。我都講述的過程，其實沒講台灣的茶，台灣的經濟整個變化的樣子。有樣。那讓他們對茶，在過去對台灣來講很重要的一些經濟物產，要不然有一家比較深刻的印象，而不是說你下想多只是利潤，都是外國嘅茶嘅牌。其實台灣過去有很輝煌很好的茶葉歷史。在第3堂課，其實我係帶佢哋到老的茶廠，像我的這家茶廠，校外參觀嗎？然後我是大溪的茶廠，其實都會離它保留下來，它有規模的一些茶廠，讓他們實際去了解該的茶廠過去的樣貌。然後透過老茶人，像我爸爸，或是其他人去闡述他們的歷史，讓他們真正老茶人能夠有一個互動。其實大家對年輕人就會有很多很新奇的想法。有冇咩奇怪嘅問題嗎？其實講為什麼茶這樣賣？因為離開世代，懂得都會山西的世代，對，所以佢很難去想象講過去賣茶讓引到國外去，面對面去講，去介紹，樣板辛苦。就是另外懂得想法都講我們可以電子商務，我們可以用怎麼樣的方式來做行銷，對對，其實大家還蠻好的一個互動。因為一神係跨世代嘅對話咧，對，我相同嘅技術在一種交流。其實你們有給我們很多的新鮮的想法，例如我的烏哈利亞做綠茶粉。其實我提出很多想法，講你看綠茶粉用完之後會變成方便攜帶，然後可以跟那個飲料怎麼結合。好有趣。對，那個這個東西其實是很好的一個互動。教學相長。那2禮拜還有第4堂課，那其實2的學生開始按照他們的想法，然後上課的會提出他們的一些方案或者 proposal，那我再會去 review， 重新看給到大家的計劃，然後現實上面有沒有一些脫節的地方，然後或許我有給他們一些意見，也許我也可以從那邊得到一些 feedback。對，你睇我講去參觀老茶廠啊，所以一神奇嘅，像我過去一直去，因為過去歷史教育嘅關係，其實要相當日本時代也有日本公司老台灣嘅關聯性嘛。我有擺去到三峽嗰邊，也看到有這種老茶廠嘅機器嘅遺跡。我這樣提講原來以前那個山景企業，還有到台灣也有按到嘅
到茶有关系嘅遗迹留下来哦，我蛮神奇。其实特别迄对奉茶部分，因为奉茶其实安尼系引进印度斯里兰卡的他们的南洋式的制茶技术，其实半自动化。其实该对于台湾的现代化制茶来讲，你脱离了中国式的手工为主，那开始变成一个机器制茶。这个对于台湾的规则的茶叶产业来讲，系当中的一个新创业嘅关键啊哈。所以里下留下来大部分咩系日本时代两个茶厂。咁样你按用上课哈。学生对于你来讲，你知道上课要过程中你准备方面还你讲学生不愿回馈，有冇个印象啊？层面所在嘛？其实都是讲，我一开始我尽量避免讲太多历史的东西，因为该就是太沉重了一点。二来是觉得没办法一下子进入那个状况，所以我为什么第一堂课开始认识茶叶，开始从做里面去了解茶量的东西，然后然后开始去思考讲台湾茶哪个状况。那有哪个回馈过来，其实当到新奇的想法，尤其年轻世代，其实生长出来就是手摇茶的时代。对，可能听到有冇看过茶叶哦。就对于讲茶，尤其在 tea testing 茶叶评鉴的那种仪式品茶那个东西，他们觉得很好奇。他会说原来这样子可以做一个品鉴的方法，然后这样子的方式原来我还可以泡过的茶可以看它的茶叶的叶底，等等那样都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学习。那对我来讲，如何跟年轻世代，其实我们冇懂路，但是我们吃到哪里还有一段落差。要行卡要上嘅，而家得到一隻學習啦嗬。今日嘅主題嗬，聊冇一隻較大嘅問題啦嗬。第一個浪漫台山縣政策地位茶係一隻重點，桃園有推桃園嘅龍泉茶之類嘅，都行走當然嘅茶香廊道啊，都冇你講愛做毛利茶，係你講茶樓一個陶藝結合。規則按用一個女山公路台山縣嘅所謂茶的這路上的廊道了哈，要到真正你的去搞喺多台山縣當過，你的看法咯觀察係乜嘅？我知道你有幾條前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係講，你嘅價格問題係乜嘅？係產業問題，也係其他問題。其實我非常感謝政府所有的有關於恢復推動茶葉所有的事情，但是安利里哈大部分的政策其實都在文化、行銷、觀光。其實但是另外一個產業最大的問題，其實還產業本身它的結構怎麼樣再做更好的調整？對，那個部分你還根本，那部分某給開發，其實再多的行銷或者文化的結合，其實效果擔心會不大，而且沒有辦法根本的解決。聽一這樣問題是講，安利如何吸引新的人力進來？那里哈大部分人都是鼓勵年輕人回鄉，那可能做有機茶，可能是做行銷觀光等等這方面，但是真正產業地位希望要有的那個專業和那個人力的投入那個部分，目前看起來並沒有動態一家改變，其實這是一家很大的問題。那然後一家就是說，我們在於是圈副跳太急，然後呢有時間的壓力，所以當到政策太短期性，冇法度做下草野嘅規劃咯。其實記得有你們冇講講，你希望你民間業者要麼配合政府，其實我還會希望政府要麼配合民間業者。有樣，主客要調整一下。那另外一個就是講，我都會希望講，尤其地方文化館，講他們可以把自己的特色做起來，而不是要用太強的政治去引導它，反而變得大家都一樣。
哦，议论他提到了个政策嘅，确实係大家向下來想嘅問題啦，吼，政策嘅引導到底係做得本有較多元嘅樣貌出來，係你講變到單一化。今日非常感謝大家收看真相通馬嘅節目，聽行到呢位，下禮拜再會，感謝議論。感謝。